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好，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参加今日早起的共读，做伙来读上帝话。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琼代姐，就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搁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工拢赏赐阮满满搁新的恩典。伫这凉冷的清早时，阮犹原用火热的心要来学乐你，来亲近你，来较无主你的话。恳求主赐阮有智慧，伫阮每一工伫圣经节当中来学习谦卑顺服，伫上帝的主权下面，为着阮信仰的生命带来自由甲愿望。即是阮有将共读圣经的时间，恳求主圣神来带领，主圣神也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多谢。咱伫耶利米书今日要进入是第30章哦。伫耶利米书咱看起对后半段27章拢是伫西底家最王的时期到35、36章等到约雅敬，但是咱看到耶利米书已经愈到即个犹大国的尾流27章看到耶利米一派牛担来做一个行动剧，预言上帝爱因顺服伫巴比伦的牛担下面。28章是即个另外一个先知哈拿尼亚将耶利米的牛担甲伊抢落来，甲伊摔断然后29章昨人看的是上帝爱耶利米写批寄到伫即个托人炸到巴比伦来讲伫巴比伦遮已经狩猎两岛的遮祭司先知甲遮的人民互因讲因着爱伫迄个所在娶某生囝起厝建造。今日30章一直到33章30、31、32、33这4章呢拢差不多是伫西底家的末年的时阵有真要紧的预言，就是讲互因带来安慰甲愿望，安慰因就是因要上帝要应允因不管是狩猎还是也伫耶路撒冷人，上帝要预言互因归回，要甲因立新的约，这是31章讲到上帝要甲因立新的约。然后32章、33章就是伫即个安慰中间，上帝爱因毋是伫遐动怒爱伫遐有积极的作为这是咱连续4章会来看到。若是照即个时间的顺序来昨咱看到是即个耶利米写批寄去巴比伦鼓励因就是爱正常的生活，上帝会互因找到，只要因开喙祈祷，只要因用心敲吹，上帝就会互因找到。总是无狩猎去到伫巴比伦的遮耶路撒冷变做迄人歹歹无花果，上帝就是要彻底来甲因刑罚，要来消灭因总是昨29章尾段嘛看到有人嘛写批对巴比伦写批转来投互迄个第二个大祭司大祭司的副手然后叫伊甲即个写黑函，总是耶利米嘛甲伊印讲即个伊无照上帝意思所以上帝的确判伊迄个假先知有罪所以是昨所看
啊，30章到33章，吼，即几章咱若看这次数，吼，大约是伫西底家末期啊，做王的第10年啊，吼，所以从30、31、32、33，吼，拢是西底家王做王的即个尾流第10年，啊，因为做王拢总做王11年啊，吼，所以离即个国家灭掉剩无够2冬的时间啊，吼，无够2冬的时间。今日要看已经进入是第8段，吼，即个整个耶利米书，吼，中间的信息，对第2章到45章，吼，分做10段。第8段是安慰百姓的信息，这段是对30章到33章拢总4章。啊，所以今日咱看是第一部分，就是上帝要互以色列甲犹大国复兴起来。第1节到11节是讲到上帝要求亚利米爱将伊的话写伫遮的批，上帝要来拯救伊啊，所以毋是只有用写伫册，之前是写伫批，即摆是写伫册，然后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因为犯罪，所以会受的刑罚会真重，其实就是指即个都无够2冬就要发生的即个巴比伦第3摆来受掠来掠因的即个代志因来受掠，所以是即个第3道巴比伦来犯来甲因攻打，然后18节到24节讲总是上帝子民雅各。一定会转到原所在，转到耶路撒冷，而且有家己的王来治理因啊。这是今日30章咱会读到的所在。好，咱这时阵就来请强大姐带咱来读今日段的圣经，请对第30章的第1节，带咱来读到第11节1到11节。好，第1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亚利米安尼讲。所有我对你讲的话，你拢着写伫册卷。上主讲，时日你要到，我要互我受掠的子民以色列甲犹大倒转来，我要互因转来我赏赐因祖先的土地，因就得到即块土地做产业。上主安尼宣布。以下是上主针对以色列甲犹大讲的话。上主安尼讲：恁有听到恐怖的喊声？只有惊吓，无平安。恁家己去问看觅，调查看觅，查甫人减话生囝是安怎？我看逐个查甫人双手挺腰，亲像得要生产的查某人，面拢青笋笋，惨啊！迄日是恐怖的日子，前到呾毋捌有的日子，是我的子民拄着灾难的日子。毋过因会得到解救。脱离灾难，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到迄日，我要降断我子民暗棍的担，踹断白因的锁，因袂阁做外族人的奴隶。因要侍奉上主，因的上帝，嘛要服侍我，为着因兴起做王的代笔的子孙。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以色列毋免失志。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恁，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雅各的后代会转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无人会阁互伊惊吓。上主安尼宣布：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嘛要完全毁灭我赶你去遐个国家。我要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来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第30章一开始，上帝就对亚利米讲，将这话拢写伫册卷哦，所以写在书上，毋是写批。这册卷是对29章咱就看到，这个是对27章就看到亚利米伊遮的行动甲遮的作为，甲有人替伊来写共款，所以第30章咱看到就是上帝爱伊，将这个代志拢爱记载落来，互后代的人、后代人拢当继续来看到这个代志。时日要到，要互受掠的子民倒转来到因祖先的产业，所以这是上帝宣布的好消息啦。所以虽然这已经毋是讲第1摆，已经讲几啊摆，但是才有讲就是北国的，有南国的，
以色列甲犹太，所以是两个做伙讲。北国当时灭掉呢，主前721年灭掉，到西底家即马亚利米这个时代经过130年已经经过130年，所以北国已经灭掉130年，阁无够两担，这个南国也要灭掉。总是上帝先予因一个应允，虽望南北两国犯着同款的罪。第40，这是针对犹太、以色列甲犹太所以对第40开始，这讲的信息是讲着南北两国，就是咱讲雅各，是以色列人，是这个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讲恁有听到恐怖的话声，只有惊吓无平安。恁去问看卖啊，为什么连查甫人拢咧退腰，亲像伫妇人人要生产共款？因为迄个日是恐怖的日子，因会拄着灾难。总是上帝应允，毋久因为得到解救，脱离灾难，所以上帝要予因伫患难中间来得到拯救啊！这个拯救是啥呢？就是第80讲的，上帝要带断因阿妈棍的担，这个阿妈棍的担，头前就讲迄个牛担是巴比伦啊，总是这个28章，但是这个担上帝要亲自甲伊带断啊，随望哈拿尼亚，甲伊即个摕来摄断，但是上帝换铁的即个牛担，但是上帝嘛要甲伊即个铁的牛担甲伊带断。因为搁做外族人的奴隶，因只有做上帝奴仆，侍奉上主，因的上帝嘛要服侍。第90讲着，上帝为着因兴起的王是大卫的君王啊，继承大卫的君王，就是指大卫的后裔。所以伫何西阿书第3章，这是写予北国以色列，是以西结34章、37章，以赛亚拢讲着对大卫的后裔上帝要兴起一个王，所以何西阿、以西结、以赛亚、亚利米，上即个先知的册卷拢有写着上帝要对大卫的后裔继续来兴起即个王。但是咱读到马太福音第1章，看到耶稣的族谱就知影原来即个大卫的后裔，就一直爱到伫即个亚当的第60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所要兴起的弥赛亚，就是真正的永远的君王，是即个受膏卖。所以上帝来安慰，因为30章到33章，上帝知影因会拄真艰苦，但是上帝甲因安慰啊，互因伫艰苦中间，原来会当。写伫即个册，就是因搁读即个册，因就知影上帝在讲啥物啊。上帝讲毋免惊，毋免失志，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恁，对恁受掠的地来解救恁的后代，互恁的后代会搁转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互因无搁惊吓。上帝11节讲。我要甲你同在，要解救你啊！这句话呢，伫第1章第8节、第1章19节、第15章20节、15章到16章就是亚利米，伊的信心规个改变顺，到即马30章啊！所以上帝安尼一直来甲因祝福，上帝要甲因同在，就是要来拯救因，嘛要完全毁灭遐个国家，就是巴比伦。总是我袂甲恁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上帝要照公义来管教，所以这是上帝标准真清楚。虽望爱因拄着灾祸，是因为因有罪，所以上帝无掠迄个有罪当作无罪，上帝一定会爱来照公平甲公义来教示伊的百姓。所以北国南国拢有共款的罪，就是拢拜偶像，无来遵守上帝的约。然后因无行公义，然后因拢听这假先知的话，总共款的罪，然后就共款的命运，南北两国命运拢是受掠，北国是叫亚述来灭掉，南国是叫巴比伦来灭掉，总是伫即个所在30章，南北两国拢共款会当受掠倒转来，这是上帝予因的应允啦，总是。北国已经130年，所以因真侪百姓拢已经散掉去啊，所以受掠倒转来，拢变做同一个是犹太人犹太人一直到伫今仔日。好，煞者咱搁请重代前带咱来读对12节到17节，12到17节。上主对西安的人民讲：你受的伤袂医治，你的空喙真伤重。
你受伤害，无人替你辩护，嘛无人药通甲你医治。你的爱人拢袂记得你，袂过来追求你，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济。我打击你，亲像对敌在拍你，残忍刑罚你。你是安怎？因为你受的伤害，话休讲，你的痛苦袂一直，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济。我才安尼对待你。当所有吞灭你的，拢要受吞灭。你的对敌一个一个拢要受掠，掠你的要互人掠去，抢你的要诚做拿物。虽然人拢讲细安是受放杀的，无人要插伊，毋过我要医治你的伤，互你的空喙生肉过皮。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第12节到17节讲到上帝，因为这雅各的后代的罪真重所以上帝爱甲因教示，爱甲因管教。总是咱会看到这个伤呢，因着伤有这个外伤甲内伤外伤是指啥物呢？12节到14节讲，伊的外伤呢，空喙真伤重，受伤害，无人甲因辩护，阁无人甲因医治因的爱人拢甲因放杀放袂记，伊所爱就是指犹大这的盟友过去甲犹大并肩作战就是讲埃及但是即马拢放杀因就是自身难保，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多，打击你亲像对敌在拍你所以上帝用残忍来刑罚伊这是讲到因的外伤这个外伤就是因得罪上帝无来听叹上帝。另外15节到16节，15节是讲到因的内伤你是安怎？因为你所受的伤害，话休讲你的痛苦袂医治，这是甲心内底迄个忧闷迄个伤痕。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多，我才安尼来对待你。当所有吞灭你的要受吞灭，你的对敌一个一个拢要受掠，抢你的要互人掠去，掠你的要互人掠去，抢你的要变做要成做拿物，就是因上帝要医治他们的内心的伤，所以因外口的伤，内底伤，外口的伤就是哀哀叫，内底伤就是艰苦。总是16节、17节，上帝要互因对苦难的中间受医治、受拯救。这就是互因得到救所以17节上帝佫讲，虽然人拢讲锡安是受放杀的，无人要插伊，毋过我要医治你的伤，互你的空喙生肉过皮就是迄个肉重新佫生出来。上主安尼来宣布，所以这段呢，犹原是带互因安慰，带互因望，已经是咧讲预言，讲到受掠伫主前586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代志。总是离这个被掳归回呢，要50几年的时间，上帝要一一的甲因带回来，所以3摆受掠，就3摆归回所以这段犹原是上帝对因要来行医治，因的外伤内伤拢当得到医好。最后18节到24节是上帝讲，这会拢要佫重新倒转来应允。我请长代姐带咱来读18节到24节。上主安尼讲，看咧，我要互雅各的子孙倒转来，要怜悯因受毁坏的家园，城要伫原来的土堆顶面重建，宫殿搁起伫原来的所在。遐的居民要发出感谢欢喜的声，我要互因的人口加添袂减少，互因有尊严，袂阁受看轻。因的子孙要亲像早前遐尼强盛，因的国家会受我看顾得到建立。所有压迫因的，我要甲因刑罚。治理因的是因家己的人，因的统治者是因的同胞。我要互伊亲近我，伊嘛要来亲近我。若毋是安尼，啥人敢来到我面前？上主安尼宣布。恁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看咧，上主的受气亲像暴风发出，是毁灭的光烈风。
要善歹人的头壳，上主的受气袂消，直到伊的计划完成，伫将来的日子，恁就会明白以上。好，多谢第18节这段上帝犹原应允因咧重新倒转来，所以这嘛是上帝已经写批。伫后壁也是头前，就是迄个时间点，嘛叫亚利米写批送到2摆受掠的这犹太人犹大国的人民的中间，总是要留伫耶路撒冷的。上帝爱亚利米，无人要听无要紧，家己写伫册卷的顶悬。这个册卷呢，就来为上帝为亚利米所要传达的信息来做见证咯。所以这个信息就是上帝，伊要互雅各的子孙，就是南北两国要转来，然后人民伊受毁坏的家园为甲城为起伫原来土堆顶面重建啊。所以所罗巴伯、以斯拉、甲尼希米，因拢3摆受掠，然后来将圣殿重新起起来，宫殿阁起伫原来的所在。遐个主民发出感谢欢喜的声，所以叫发出这个颂赞的声音，欢呼歌唱。这是亚利米书对第1章读到即马，才头一摆看到这字欢喜所以进前拢是真哀怨，拢是真恐怖、真惊吓，爱人悔改的信息。但是伫这30章安慰的信息当中，就看到将来不久的将来，因就会出这个感谢甲欢喜的声。然后上帝要互伊的人口阁加添，所以咱看29章嘛知影，为什么因受掠人会当阁人口阁增加？没有因为少子化，无爱生，无爱娶某，就无后代，是因为上帝有写批甲因教导，袂减少，互因有尊严，互因的将来是光明，前途是繁华繁荣袂阁受看轻所以他们第一批归回就超过5万人。因的子孙会亲像早前遐尔忠心，早前就是咧后壁开始看有早的早前就是像大卫共款，因的国家会受我看顾受到上帝看顾来得到建立，所有压迫因的，我上帝要甲因刑罚，所以不管是到被掳归回的这个在犹太人，还是到1947年复国以色列国家。一直到当上帝这应允的拢甲因伫地所以这个以色列都是得到上帝甲因的应允治理因的是家己的人不是外国人，意思讲因无搁做外国人的子民所以检测伫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归回了犹原有这个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希腊帝国，是嘞，波斯、希腊、罗马帝国，安尼不断的甲因统治，但是因拢有家己的统治者，比如讲耶稣时代犹大王，是这个因拢是算有家己的亲人，但是要指的是同胞，就是指代别的后裔对代别的后裔，我要互伊来亲近我，伊嘛会来亲近我。若毋是安尼，啥人来到我敢来到我面前，上主安尼宣布所以21节才讲的就是上帝要互因有家己的君王，掌权的嘛是家己的人，毋是外国人来统治伊。然后嘛，上帝要来互因遮掌权的人会当来亲近上帝就是继续会当敬拜上帝会当做上帝的子民来亲近主。20恁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这句话伫出埃及记的19章出埃及记19章就是因离开埃及拄离开埃及地来到西奈旷野伫西奈山的山骹上帝甲因颁布所以出埃及记19章第50、第60节，当恁若切实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伫列国中间成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毋过恁是归属我的，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恁就将这个话对以色列人讲所以上帝重申重新讲出，伊伫出埃及西奈山的预言：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上帝。这段话明仔31章原来佫讲到一摆，讲到一届上帝是要用永远的疼对因出埃及一直到当。虽然已经换几代，这中间已经换几个这无共款的
代无共代的遮个子民，但是上帝永远伫地，看咧上，所以即个安慰信息到遮23、24，就是上帝讲，即个毁灭要开始，上帝刑罚要亲像暴风，要亲像更热风，总是要来扇即个歹人的头壳，是要，毋是只有毋是要来毁灭上帝的子民。上帝受气未消，直到伊的计的完成，直到伊的计划完成，伫将来日子，恁就会明白。所以上帝伊要办的事，伊讲出来无人听，无要紧，写伫即个所在啊。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嘛是伫耶利米书中间，互咱看到较正面，读了，互咱心会当较安慰，较得到欢喜。但是伫耶利米的时代，时间点还未到。今日经句呢，是伫第11集，11集的所在，上主讲：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若要完全毁灭，我赶你去遐个国家。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你个17集，虽然人拢讲这安是受放杀的，无人要插伊，毋过我要医治你的伤，互你的空喙生目过皮。上主安尼宣布。过22节，22节讲，恁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愿上帝对耶利米所传达的话写伫这本册，咱今日读到这本册，嘛当领受上帝互咱的应允，互咱得到上帝的安慰，知影咱来安怎样行伫这个得到拯救、得到医好、得到医治的路。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穷代姐，请咱做伙来祈祷。请主，阮感谢你，你的话确实是真实，你的话永远无改变。对古早出埃及，到阮即马读耶利米书，一直到伫近代、到现代、到今仔日，甚至到伫将来，上帝你的话要一代一代传落去，总是阮也有责任，就是爱来活出上帝你的心意，照上帝你爱所爱来行，毋是只有满足阮家己。虽望今日的偶像毋是巴力，毋是遮个金牛，总是今仔日的偶像，就是互人的性命受掠去，互人的人生的目标灭亡，互人无行伫上帝所定着的路途顶悬。愿主阁一摆帮助阮，信心保惠师也提醒阮，互阮当明白真理，也当行伫真理，互阮当为真理来做干净。愿上帝祝福阮今日对拜一一礼拜的工课，也是工作学习出入，拢有得到上帝你的眷顾，也保守阮大家身心灵身躯永驻。伫天气变化的时，也特别看顾阮的长辈，因拢有健康好的抵抗力，也有健康的然后平安喜乐的精神。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唐牧师。牧师，唐牧师，天父谢谢。